ấy I 看到你咋付的啊你爹想来吗？我想改基辅啫嘛。耶穌大家土地啦，過節集富啊，係只是佛風前，佛風前佛浪，佛風前佛浪，係啊，呢度諗富啊，耶穌過集富嘅門徒，在馬太福音第8嘅福音講到第8:23章，耶穌落嘅門徒，睇嘅門徒過下熱集呢片富，過集富，係啊。過到濱海，喺24節有講到山下佛風前喺嘅富嘅嚇，耶穌佛風前咧講耶穌喺嘅信徒嘅細母，家嘅土地行前去籌嘅，第25節嘅土地行前嚟籌嘅，叫耶穌到上帝佛風前啊，因為細母，你冇齊嘅，都係自家被滅亡嘅佢講緊，然後第馬太福音第8:26節有講到。耶穌馬上喺行嚟，佢問嘅門徒：你但係唔驚，你但係唔相信？Padahal睇耶穌強下緊，耶穌細母，makanya jika saya sampai lihat tahu jika sim chung như耶穌了，jika信了主要耶穌了，行呢一個沙會。大得真係要風前各樣嘅風前，各樣嘅係湧埋嚟緊，係湧嘅風前出現門體生蛇。苦中各樣而家對付嘅些係屬於蜂擁嘅係湧，冇生冇嚟自家嘅性格中，但係自家心中跟住上帝了，上帝嘅自家強調信了，自家心中到了，耶穌們嘅門徒，你但係唔相信，你但係唔驚，berarti講耶穌提醒自家，心中到自家要耶穌，要唔係嘅佛風浪，要唔係嘅佛風前，你唔好驚，係虔信耶穌。耶穌嘅同在，自家日真嘅信心對己，自家人後強自家信心，唔好半夜風前熱下嚟，自家嚇到也係前二嚟講，唔好半耶穌誰摸誰到嘅信徒誰摸，意思咪耶穌嘅心中度，自家唔好單殺，啲數得喺自家心中度吧，自家要解溝通，要解嚟聯絡。意思咧講咪要禱告，要隔佢前面，要隔佢內氣，自家人又得到強嘅信心，得到強嘅力量。耶穌今日上咧就上嘅就上嘅嚇，佢講你但係唔驚，但係唔相信，或者家唔好驚咯，隔耶穌強嘅咯，嘛佢風前佛浪咯嗬，嘛佢提用佛身喎，喺自家身法中唔好驚，相信要耶穌隔自家同在。當要耶穌嘅同在，未掹問題可以嚟，但係自家係相信佢，交出自家嘅生命中，伴耶穌嘅手中，佢咪傾帶自家呢片夫，個碗片夫，打得個對碗茶夫，意思咪？佢咪傾帶呢，從呢個熱熱，帶到自家實妹，到你隨妹自家寫嘅你喺度，意思大家從呢下，大家去得善嘅路。阿神嘅信心係真正對嘅，阿們，呢一禱告不隆重兄弟姊妹，嚟晒些信法中你哋，按多風用嚟你面前，按多提用嚟到你嘅信法中，唔好驚，唔好sợ，相信耶穌基督，曉嘅佢同在，相信嘅佢同在，你打開心，信任嘅，長期落你心中，天大你嘅信法中，熱天嘅帶你呢片苦。過到五片夫，嘛嘅意思，帶你離殺從有問題，帶到你去得勝嘅路。所以耶穌基督嘅名，我禱告不隆重兄弟姊妹，要聽你福音嘅，阿門。